最簡單嘅抽籤咯。最緊要我覺得 Excel， 大家做好個 Excel 表。呢100件嘢點分啊？每一件嘢都唔同價值嘅喎，唔見咗，咁邊個負責咧 Alfred， 我都不如到我問翻你，即係我都好奇就係、一般香港所謂嗰啲離婚案啊、遺產案啊，佢哋一般個爭拗點係邊？例如嗰個先人又有好大嘅藏品啦，咁啊嚟到啲仔女，咁啲仔女通常個拗撬位想點樣處理？或者離婚男女雙方點處理個爭拗點？講咗離婚先啦，離婚其實嗰個過程裏邊咧就牽涉到財產披露。咁財產披露嘅時候咧，咁第一樣嘢就係究竟有冇披露晒所有嘅嘢，包括藝術品啦、奢侈品都有㗎。係最常見嘅反而其實係錶、手袋，釐定個價錢，由釐定嗰一刻到打咧，可能係講緊1、2年之後，價值咧會變咗，可能會升，可能會跌，要去做 update 啦。咁呢個係第一啦。第二，譬如我哋講緊手袋啦，轉賣究竟係咪值得咧？最見到嘅例子就係話，譬如啲手袋咧，我平時用㗎，所以咧我冇留盒，我冇留袋，冇留呢個單㗎啦。咁所以咧，其實轉賣出去咧唔值錢㗎啦。咁相比就係話，其實係咪真係冇咁樣好咁收藏啊？咁其實喺個離婚嘅個過程裏邊咧，可以係唔牽涉到一定要其中一方去賣咗呢件嘢嘅。咁但係當然啦，如果講緊呢件嘢係成個屋企裏邊最珍貴同埋最值錢嗰樣嘢，而雙方唔可以有一個有效嘅分配嘅時候咧，到最後一定要賣㗎啦。咁賣咧就要靠大家可以同意嘅渠道去賣，攞一個最好嘅價錢翻嚟，跟住咧嗰個賣咗嗰個分成咧係點樣分法？咁呢一樣可以係由法庭去決定嘅。咁呢一個就會係離婚嘅情況啦。到呢一個遺產嘅情況嘅時候咧，首先第一樣嘢，我哋作為外人嘅入唔入到去做呢一個 inventory 嘅 taking，因為可能其實老人家收幾多嘢唔知嘅，啲仔女未必問啦，又或者係可能有其他屋企人收埋1、2件啦。咁呢個第一啦，呢個可以好大爭拗點㗎啦已經。第二嘅就係話喺呢一個遺產管理期間，究竟係咪應該繼續擺喺老人家屋企？咁老人家屋企唔防潮啦，可能會發毛啦，又或者最重要嗰樣嘢啦，萬一喺嗰個遺產管理期間唔係一時三刻嘅唔見咗，咁邊個負責咧？咁呢一個又係第二個啦。咁第三個就係話咁好啦，個價值啦。咁因為其實可能有100件嘢，有4個仔女，呢100件嘢點分啊？每一件嘢都唔同價值嘅喎。咁但係我哋其實見過好多情況咧，就係話譬如有100件嘢。可能其實大家都唔想有一個太複雜嘅過程嘅時候，最簡單嘅抽籤咯。咁所以喺呢一個部分，如果大家係可以有個共識，有一個協議喺説話點樣去分嘅時候，就會減少咗好多不必要嘅麻煩。咁如果係解決唔到嘅，咁到最後可能就會係我哋作為呢個遺產管理人，又或者作為一個受益人，去法庭度攞指示啦。咁牽涉到法庭攞指示嘅時候咧，就一定係個時間會好長啦。亦都會好繁複，而到最後其實法庭究竟會點樣去俾呢個指示呢？最緊要嗰樣嘢係睇究竟點樣去做先至可以保障到受益人同埋個遺產嘅利益。如果係大家冇呢一個同意嘅方向嘅時候，最簡單嘅辦法就係賣咗佢。賣咗佢最實際啦，確保賣呢個過程裏邊係攞最高價錢。攞最高價錢嘅時候，分錢咪算咯。聽完我啱啱咁講啦，一輪嘴咁樣去講，咁會唔會覺得有啲嘢其實喺個收藏家嚟講咧，都可以真係做得到？係第一樣最緊要，我覺得 Excel。大家做好個 Excel 表，你喺邊度買、幾時、個藝術家係邊個，佢個作品咩年份、咩 size， 同埋最緊要咩價錢，呢個最緊要嘅。所以你頭先講個 inventory， 我覺得係好緊要。即係與其交俾後人花1年、3年、5年，你去揾翻啲數據咧，其實自己就最清楚。咁所以我自己收藏咧，即係可能100幾200件啦。我每一個 transaction 其實我都有記錄嘅，喺個 Excel 表入邊。咁無論買與賣俾邊個，我都有相關記錄嘅。咁我成日都話啦，即係同我太太講，因為如果我瓜咗老襯咧，咁你 refer 翻 to 呢個 Excel 咧，咁你就唔會亂咁處理咗呢批收藏品。又或者你負責交易嘅買賣咧，如果第二時有任何人有質疑嘅時候，嗰個藏家要揾翻你去出嚟做證嘅話咧，你都係靠呢一個 Excel 表去話俾呢個有關嘅人士聽。我係真係有負責呢一個買賣，我係真係有做到我嘅功夫去verify 嗰個來源喺邊度嚟啊咁樣樣。即係你頭先講有好多可能上一輩啊，即係喂
喺藝術家俾我送俾我禮物嚟喎，咁我點會有 transaction 咧？咁我依家都係嘅，無論藝術家親自俾我嗰啲咧，其實我都有可能相關嘅 WhatsApp 嘅記錄。多謝你送俾幅畫俾我啊，咁有。咁我覺得呢啲 WhatsApp screen cap 好容易啦，記錄其實緊要嘅，因為有啲咁嘅個案嘅，就係我可能轉賣某啲嘢，俾個來源我個 profit 來咗，咁我就俾翻可能個 PayMe 個 transaction record。係咯。咁呢，我覺得呢啲係緊要嘅。咁所以第一樣做好 Excel 檔啦，第二就係邊啲係必須收藏留俾下一代，有邊啲係可有可無嘅，盡快區分咗佢先。人生無常，我覺得你幾時下一秒都唔知。家破人亡事務所 ，Screw up gracefully。睇完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同埋撳埋 YouTube 個鐘仔啦。如果有任何問題想問 Alfred 葉律師嘅話，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 葉律師睇過啲問題，可能就會喺呢一度免費答你噶啦。如果需要葉律師嘅專業服務嘅話，就 send 個 message 去我哋 IG， 睇下我哋幫唔幫到你。